相信大家都聽過申請殘疾人士照顧者津貼係要由社署向合資格嘅殘疾人士發出呢個邀請先有機會申請嘅。大家仍然係記得呢一個信息嘅話咁大家就 out 咗啦。因為自從2025年中開始殘疾人士照顧者津貼就被社署列為恆常性嘅資助嘅項目，即係由合資格嘅人士佢哋自己主動向呢個社署申請就得噶啦。聽到呢度，相信大家都好心急想知道咁我到底合唔合資格申請呢？咁我到底可以點申請呢？咁我哋首先講下呢個申請資格方面啦。咁照顧者同埋被照顧者佢必須係香港嘅居民，同埋要居住喺香港嘅。而個照顧者係唔可以同嗰個被照顧者有任何呢個僱傭嘅關係嘅。第二就係喺申請嘅時候受照顧嘅人士必須係正係輪候緊呢個社署嘅院舍服務啦、醫管局嘅療養院服務啦、特殊學校宿舍嘅服務啦。咁即係話被照顧嘅人士佢哋必須係要生活喺社區裏面嘅。第三就係照顧者嘅照顧時數係唔可以少過80個小時一個月嘅。第四，如果照顧者照顧超過一個嘅合乎條件嘅殘疾人士，咁就要提供合共唔少於120個小時嘅照顧時數，咁你就可以申請雙份嘅津貼，總共6000蚊啦。第五就係照顧者係唔可以淨係領取緊綜援或者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或者申領緊社署轄下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計劃嘅生活津貼。第六就係當然照顧者必須係要屬於低收入家庭啦。咁點計算啊？根據2025年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嘅75% 係釐定嘅，即係話住戶係一人嘅時候，咁你嘅收入要係18750蚊；二人嘅家庭就係25125蚊；三人家庭係31500蚊；四人家庭係39675蚊；五人家庭係50025蚊；六人以上嘅家庭係55800蚊。符合咗申請嘅條件，就要講下申請嘅手續啦。照顧者可以主動向照顧者津貼組提出呢個申請。每個殘疾人士由一個照顧者提出申請，集齊以下嘅文件就可以申請噶啦。第一，照顧者同佢喺香港同住家庭成員身份證副本；二，受照顧嘅殘疾人士身份證嘅副本；第三，寫好咗嘅款項付予銀行授權書，即係 GF179A 嘅正本；四就係照顧者銀行簿或者月結單嘅副本。申請人亦都可以選擇喺網上申請，填寫後要有呢一個智方便 Plus， 即係智方便加嘅數碼簽名嘅。下一步就由社署初步審批。合資格嘅人士會被轉介到協助推行呢個津貼計劃認可服務嘅單位跟進。津貼最高額為照顧者2名嘅合資格嘅殘疾人士，咁即係6000蚊啦。如果係1名嘅殘疾人士嘅話就係3000蚊。如果照顧者因為某些嘅情況要離開香港或者係入院，如果佢仍然係符合每個月80小時嘅照顧時數嘅話照顧者仍然可以獲發放該月嘅津貼。如果你對自己合唔合資格申請有懷疑嘅話，你可以直接打電話去社會福利署照顧者津貼組查詢，電話號碼係34685636，34685636。